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0月16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芬兰绿党国会议员霍布小女士下晡率团来到台南市议会，拜会议长郭信良甲台南市议员，双方针对国家人口结构、治安、福利政策以及城市绿色发展等等的议题进行意见的交流。议长郭信良阁赠送纪念品，或者外国朋友，互因充分感受到台南人的热情。芬兰国会访问团16日来到台南市议会进行拜会交流。会中，议长郭信良特别向这外国朋友介绍台南市的土地面积甲人口结构。另外，也因为芬兰在联合国公布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当中，已经连续在2018以及2019被评比为世界上上幸福的国家。在台湾这两冬，在东亚地区嘛是上幸福、搁自由的国家。所以，请芬兰的朋友爱做伙支持民主自由的台湾。好，谢谢，谢谢。你呢，充分的自由希望呢回去以后，如果有机会能够支持台湾加入整个国际的组织，让将整个台湾民主自由这个地方推展给国人的所有的国人都知道，多多支持台湾加入整个世界各国的国际组织。在结束拜会行程后，芬兰国会访问团将前往台港国家公园以及是国文创园区参观，希望透过趣味又搁具有风土人情的行程，加深外国友人对着台南的深刻印象。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两党一届全国运动会10月19号将伫桃园登场。这届台南市的代表队总共派出749位选手参加34个比赛项目。市长黄伟哲下晡亲身授旗，期盼选手有上好的表现，为台南建功。国内上悬顶级的运动赛事全国运动会将要伫19号桃园市来举办。这届台南市的代表队总共派出749位的选手。总共参加34项的比赛，为了帮选手加油打气，台南市长黄伟哲16号下午也特别授旗予代表队。除了感谢因辛苦的练习，也期待因会使有好的表现，摕下比顶届更较好的成绩。那今年我们的参加的竞赛项目跟派出的队伍的阵容，以及超越往年。那过去在106年，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得到27金、29银、27铜。那今年还没。大会这个还没开始，事实上有些项目已经预先有结果。我们已经台南市得到7金9银7铜了，所以未来预期后市是看好的。我们希望说今年的奖牌数跟金牌数能够创新高，那能够让这个台南市民以及让这个全国民众同感荣耀。那我们跟所有的议员都是以我们台南市代表队为荣，也希望说这次台南市的代表队的成绩能够高于以往。那我们常常说的一句名言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只要拿金牌就好了哈。那我们会持续努力，也希望说大家再创佳绩。那这个大家共同的期待。这届的全国运动会体育处也特别安排精英培训，邀请声大的专业团队提供训练甲丰富的资源，希望帮助选手得到好成绩的同时，也会使将运动伤害的发生降到上低。针对有关精英计划的部分，我们成大我们的运动科学中心大概提供2个部分的协助。那第一个是呢，我们协助选手的一个运动科学的检测，让他知道他现在的状况，然后能够协助教练有一些参数，让他能够有比较好的发展。那这一次的情况，我们在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的时候，大概有达到初步的目标。那现在在全国运动会的部分呢，我们也是慢慢了解整个的趋势。那接下来呢，另外一个部分是运动伤害的部分，特别是运动伤害的防护部分呢，我们今年特别协调了10位防护员，那全力到各个场区里头照护我们的选手，让我们的选手在比较安心的一个情况下能够安心的训练。那包括说赛前的一个热身，它需要有一个被动的热身，跟赛前的一个贴扎防护，甚至于赛中的守护跟赛后之后的放松跟按摩。
我们在我们可以的范围内跟教练进行协调，那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对我们的选手做一个服务。那这个大概也是台南市的体育处这次首次的创举，希望说给我们的那个辛苦训练的选手跟教练，他们能够安心比赛。那选手在比赛之前有一些能够让他们准备的更好，能够面对他的比赛。那比赛完之后，明天有接下来的比赛，让他能够有一个足够的休息跟身心的放松。那所以我们在安排运动防护这个地方来协助他们。这届的全国运动会也将要对19号开始连续举办5天。体育处也邀请民众做伙来为台南市的选手加油。台南新闻广播采访报道。为了鼓励少年人加入推广英语教育的行列，台南市政府甲富勒蒙教育基金会合作，进行英语人才竞选培训计划，招募大学生成为英语督笔教师，吸引超过200人报名。最后有38位完成训练，上午由市政府举办授证典礼。台南市富勒蒙教育基金会长期关心弱势学童，除了成立奖助学金，另外阁推动富勒蒙梦想起飞的专案，成立富勒蒙学园，提供免费的英语辅导。为了让更多学童受惠，基金会嘛甲市府来合作，扮演媒合的角色，让台南市各大专院校对英语有兴趣的学生，嘛有机会来受训，并且提供梦想起飞专案的师资培训。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介绍，就是这里面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合作的精神。那第二个，我要感谢第二个最重要的，今天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授证典礼，其实我主要是要来感谢我们的富勒蒙基金会的唐学园长。那我们今天在场的各位大学的代表、主任都很辛苦的，在他本业之外还要拨出时间来培训各位啊。今天各位能够毕业受证，就代表您是202位里面脱颖而出的38位啊。在这里，我是要感谢。那第三个就是各位都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目标。今天我们受证不是结束，我们的受证是开始。我们为什么要办这样的培训班？就是要让我们台南市以台湾最早推动2关语的这个县市政府，其实我们要感谢各位同学的参与，这才是真正的所谓的我们召开这种热血坊储备师资培训的一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帮助台南市还有偏乡的小朋友，他们家庭有需要，或者是没办法去外面补习的小朋友，可以免费的学英文，这是第一个重点。那第二个重点是因为当初我们在推行这个英语教育的时候，我们非常缺乏偏乡的老师，所以我们就有一个 idea， 就是我们这些大学生、研究生，他们已经具备基本的英文能力，那我们培训他如何教学，还有班级经营，这样他们可以贡献自己的力量，然后到偏乡去教这些小朋友。所以培育英语师资也是我们推行的重点的第二点。培训计划对2015年开办，报名的学生一档比一档多。今年吸引超过200人来报名，另外嘛有外籍学生。亲像香港、马来西亚，英语的程度拢袂歹。最后结训并且合办证书的有38位。希望透过产官学的合作，大学生不但会用得到免费的专业训练，而且弱势学童嘛用伫外籍教师的互动中增加英语的能力，对大小朋友拢真有帮助。台南新闻林根何超邦采访报道。水高社文化园区的古迹售后一拖再拖，连带影响到文化园区一直无法度正式开幕。议员王家珍上午透过文化局业务报告提出质询，希望文化局会当赶紧完工。对此，文化局回应，预估今年12月25日当对外开放。上午议会定期会由着文化局甲国际新闻关系处业务报告加质询。尤其看到日前拄开幕的山上区隧道博物馆吸引的人潮，成为民众新的打卡景点，以及人潮所在来景点小可破坏，拢是这位议员质询的焦点。不过看到隧道博物馆的欢喜开幕，相对的嘛，互议员王家珍关心水高社文化园区的修复进度。
看到周边重要区的建设，王家珍嘛希望水高社文化园区会用赶紧开放。告诉我们一下，水交社的文化园区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开放，才能够完善？12月25号。你拖了多久了？已经拖很久了吧？古迹的修务上，这7栋的古迹修的确时间有拉得比较长一点，然后加上今年的上半年雨季很长，所以其实在工程上的确受到了一些阻碍。有所延误，是因为你们希望品质维护的好嘛，对不对？是希望一旦开幕的时候，我们大家会对政府、对整个水交社的重建规划，我们来帕婆啊，来赞叹一下嘛。那你有多少把握？12月可以全面开放，而且可以成为我们台南市吸引外地台湾乡亲来打卡观光的好景点，以及我们自己缅怀我们先人相关历史的好景点，你有把握吗？我们的想法跟议员都是一样的，就是希望说这个园区开放之后是可以彰显我们在这个区域的历史跟文化，那也能够让大家对整个园区的环境或是古迹历建的保持跟修护，大家都能够给予一定的肯定了。除了水高社文化园区的开放，另外，王家珍嘛关心民生日园所贴落来国父当上的安置问题，因为进前文化局打算安置伫个水高社的桂子山头前，因此议员呼吁，如果水高社文化园区的开放，希望市府嘛会配合国父当上的安置，举办一场仪式庆典，互社会大众大家拢会用个知影。台南新闻林根何小邦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至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创世基金会为了筹募照顾植物人的经费，特别邀请到知名艺人刘湘慈来担任活动的爱心大使，希望透过这位上水士官长的影响力，让社会大众更加关注这项议题，进一步减轻植物人家庭庞大的经济负担。知名艺人刘湘慈因为演出军人的角色，荧幕形象充满热情甲正义感。创世基金会特别邀请伊担任执行官任务的代言人。刘湘慈10月16号来到创世基金会台南分院关怀慰问，同时嘛呼吁社会大众爱做伙关心植物人家庭，减轻伊的照顾压力。其实蛮感动的，有看到妈妈她工作完就来帮小朋友她的孩子去做复健。那
他的小孩其实已经有40几岁了，然后看到妈妈那个互动，我们过去跟他聊天，他说他很特别，谢谢创世基金。然后他讲到第2句话，他就流泪了。他说，因为在这边的人，如果真的没有创世基金的话，他们都会穷困潦倒。那妈妈一哭，其实我现在也自己是身为妈妈，他们说，这些妈妈来照顾这些孩子，不管是有10几岁或者是40、50岁的，她照顾他们的时候，就还在把他当成像小 baby 一样去亲吻他，去帮他按摩。所以，我觉得希望社会大众我们来看见他们的需要。那像是他们需要的每一天，他们需要6餐，他们的营养，那还有包括他们的卫材的部分。那希望大众能够发挥他们的爱心，来帮助这些非常清寒的家庭，因为他真的没有我们，没有创世基金会的帮助的话，他们的家真的是活不下去。创世基金会这一次呢，我们这个执行官任务，由刘湘慈小姐帮创世基金会做这一次活动的代言。那我们很开心，她从这么远的地方，特别以一个母亲的角色来关心我们的植物人朋友。那我们有一些植物人朋友呢，他因为年纪比较小，需要一些特殊的管灌配方。那有一些大的朋友可能是有特殊的饮食需求，那这些都是在地还有我们全部关心我们的善事，他们会默默的捐赠我们一些奶粉。那这次刘湘慈希望借着这个代言，能够让大家都知道我们植物人朋友这个管灌配方的需求。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共襄盛举。为了协助创世男儿募集照护经费，爱心厂商地口生技公司嘛提供生活用品，予创世基金会义卖，并将所得全部捐予失物人家庭，希望会当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予更多人加入爱心行列。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吉他一直拢是真受欢迎的乐器，为了让民众更加了解吉他的历史甲制作，嘉南月里大学特别甲方圆之间现代乐团以及奇美博物馆合作，举办吉他音乐工艺特展。16号透过开幕大会，邀请民众前拢参与这个难得的音乐艺术盛会。如果讲到知名的乐器，相信真侪人拢会想到吉他。为了让民众更加了解这个热门的乐器，嘉南药理大学特别举办这个集思广益吉他音乐工艺展，对吉他制作到各种的相关器具，甲以前吉他发展的历史，拢一概做介绍。同时也甲方圆之间室内乐团甲奇美博物馆合作，展示了侪充满历史价值的民情，这也是咱台湾罕见的展览。今天会这边举办集思广益的这样的一个吉他音乐的公益特展啊，就诚如刚刚在介绍提到，想了1年多。那也在这半年内想要把它付诸实现，所以就透过我们蔡世宏蔡老师还蛮有心的然后因为平常的互动跟交流，然后就想说怎么样让这样的台湾首次的这些集合各个领域里面，包括从吉他历史的认识，到我们搭配吉他的制作，还有哪一些的种类，甚至让我们民家手工制作这些的工作室到底怎么去做这些吉他，到最后呈现在大家的面前，甚至现场的这样的吉他艺术表演。那当然我们觉得这样好像听觉视觉还不够，那如果能够有一些奇美我们的好邻居古典民情一起来搭配的话，那我相信把这些古今所有这些的民情一并能够在这边的呈现的时候，那我相信来的所有的参观的群众们一定会感受很深，不管是视觉或者是听觉的这样的一个响应。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更想说，因为很多的这些民情家、演奏家，怎么样请他们，因为一边来参观的同时，来安排来这边帮我们做一些讲演。然后让更多人认识吉他、了解吉他、爱上吉他。这届的展览上重要的推手就是方圆之间室内乐团的团长蔡世宏，现场伊也运用奇美博物馆所提供的古董吉他，演出精彩的表演。这次还特别跟奇美博物馆来借了有16把的这一个民琴。那我手上这一把民琴呢，是在1820年法国的这个吉他那
大家所看到的这一个有一个这个图画呢，这一把吉他当初呢除了可以弹奏之外啊，它也是可以呢挂在墙壁上，当做一个艺术品的来欣赏。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呢，在它琴头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孔，就是可以挂在墙上的。那刚刚我们也用这一把琴呢演奏了一首曲子，它的声音呢的确是非常古典，非常特别。这个展览将会为期3个月，也将会安排音乐会甲音乐家的讲座。如果是喜爱音乐的民众嘛，千万莫错过这个难得的展览。但新闻国报以采访报道。现代人因为晚结婚，或者是无想要上早生囡仔，结果随着年纪增加，女性的生育能力也会老化衰竭，这都有可能会失去生囝的机会。所以，若是想要保留以后生囝的机会，现代病医妇产科医师表示，除了冷冻卵子，另外嘛要注意平常时的生活习惯甲运动饮食。现代病院妇产科医师陈达生表示，虽然医学科技的进步会用帮助克服生殖力老化的问题，但嘛不一定会用做到完全，因为人的精子甲卵子的品质，逐当会随着年龄来逐渐衰竭，会造成不孕症或者是胎儿异常。而且根据一份不孕症权威的期刊报告，每天一杯有糖的饮料会降低25%的受孕能力。因此，如果女性有发现生殖力衰竭，就要提早评估。现在生活形态改变，如果为了事业、为了工作，希望晚一点生育的女性，可能要考虑在超过35岁的时候，就医接受检查，看看自己的生育能力是不是已经随着年龄慢慢下降了。如果已经开始下降的时候，可以考虑以冻卵的选项，把自己的珍贵的卵子先冻起来，免得到时候准备要生育的时候，要接受更多的试管婴儿的折磨跟痛苦。那对于一般的保健方面，如果没有考虑冻卵的人，生活形态上面、运动、饮食，这些生活上的注意事项，也可以让您的生殖力可以得到保存，而不会提早衰老。除了注意平常时的生活饮食，另外培养正确的运动习惯，嘛会用提升生殖力。研究指出，就算接受试管婴儿治疗的肥胖患者，有运动习惯的活产率，嘛比无运动习惯的高出3倍。因此，培养运动的习惯加注意饮食，是预防生殖力衰竭的上好办法。台南新闻林根何乔邦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在份的天气，温度23度到27度，雷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是9级。感谢你收看10月16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